般情況之下，如果中國政府唔俾一個人出境嘅話咧，應該係要書面通知佢不准出境嘅原因、理由、法律依據。咁但係呢一條條文同時都加入咗一句，如果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刑事案件偵查嘅情況嘅話咧，係可以唔告知當事人嘅情況之下禁止佢出境㗎。咁所以理論上啊，係可能會出現有中國公民啊，佢事前係唔知道被禁止出境，咁但係當佢哋買晒機票、訂晒酒店、去到機場嘅時候咧，先被告知限制出境啊。咁話說㗎，咁中國就將會推出一個最新嘅政策，搞到裏邊嘅人啊，日日都叫苦連天，而外邊嘅人咧，點拍手叫好啊 Come on, baby, let's go for fun！ 咁到底係啲乜嘢嘅政策咧？冇錯，就係中國即將要限制人民出國啦。大家嘅咁自從近日中國政府宣布將會限制出境之後咧，咁喺中國社交平台上面可以話引嚟極大嘅動盪，尤其是係呢幾日啊，咁我都發現有唔少嘅中國網民就抱怨講到話自己因為各種原因而被限制出境，真係睇到我啊都為佢哋感到非常之難過啊！很多單位都開始收護照了，而且護照辦理也開始設置門檻。Hello， 最近刷視頻看到很多人說自己辦新護照或者是補辦護照以及出入境的時候被限制了。兄弟們，剛剛去老撾旅遊被海關給勸返了。咁亦都係一件事，我有個好消息啊，唔係 sorry， 有個壞消息想同大家宣佈嘅就係，我哋以後都真係好難再見到中國旅客啦。唉，真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難過，點解會咁樣㗎？呢個世界上面又少咗好多嘅笑話啦！你冇走啊！咁頭先見到佢哋真係實在太慘啦，咁所以今日就多簡同大家整好咗一件事，俾你睇下到底中國政府係點樣限制佢哋出境，而當中係反映咗啲乜嘢嘅問題啦。咁事不宜遲 ，Let's go！話說自從今年嘅7月22號，咁中國國務院就公布第841號令，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並且將於今年嘅9月15號正式實施。咁喺當中主要嘅內容就包括：第一，就係如果中國政府認為啊，某一啲國家又或者地區出現戰爭、治安、災害、疫情等等嘅風險咧，係可以直接勸阻中國公民出境。第二，就係如果中國公民啊，因為騙取出入境嘅證件又或者非法出入境咧，就將會受到行政拘留，係可以被判處6個月至到3年內禁止出境。咁而且一旦喺其他地方被中國政府認定係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同埋利益嘅違法活動嘅話咧，回國之後同樣都可以被禁止出境6個月至到3年。咁第三就係所有嘅中國公民啊，可能事前係唔知道自己將會被禁止出境。咁根據新規第6條規定啊，一般情況之下，如果中國政府唔俾一個人出境嘅話咧，應該係要書面通知佢不准出境嘅原因、理由、法律依據。咁但係呢一條條文同時都加入咗一句，如果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刑事案件偵查嘅情況嘅話咧，係可以唔告知當事人嘅情況之下禁止佢出境㗎。咁所以理論上啊，係可能會出現有中國公民啊，佢事前係唔知道被禁止出境，咁但係當佢哋買晒機票、訂晒酒店、去到機場嘅時候咧，先被告知限制出境啊。咁第四就所有涉及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嘅中國公民咧，都會被限制出境。就例如係重要嘅科研人員、AI 工程師，又或者係掌握敏感技術嘅人員。第五就所有辦理移民、簽證、護照、出境等等嘅中介服務機構咧，都必須要向移民管理局報備。咁從而就令到中國政府更加容易掌握究竟邊一個係提供移民服務，邊一個係辦理緊海外居留，甚至乎邊個係協助中國居民出境。咁最後第6就根據新規第10條啊，就明確寫到明，如果公職人員、軍隊人員委託出入境嘅中介違法辦理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境外居留證以及其他出入境嘅證件嘅話咧，一律都禁止辦理，並且要即時向移民局報告。咁自從中國公布咗一個最新嘅出入境規定之後咧，咁近呢幾日啊，咁我都走到喺中國社交平台上面去了解下呢個情況係點。咁點知我就發現，即係雖然中國政府話就話係今年9月15號先正式實施，咁但係其實依家咧就已經係發生緊㗎啦。剛剛去老撾旅遊被海關給勸返了。今天啊，我們就遇到一個相似的問題，而且還是咱們河北的老鄉，在出境的時候被告知禁止出境。大家有沒有發現啊？現在很多地區已經不讓你辦理護照了，不管你是去旅遊還是去工作。就是我們最近有好幾個客人都被邊防，就是邊檢的口岸被勸返了。咁正因為一件事，咁我亦都好好奇咁樣上網去翻查相關嘅資料，咁我就發現啦，原來早喺2012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條已經一早規定，中國公民喺多種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被禁止出境，當中係包括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同埋利益都會被禁止出境。就即係話，原來中國政府從來都係冇給予中國人真正嘅出入境自由，就只係以往比較少動用一條規定，咁所以就出現咗一種假象，就係中國人可以去邊一度旅行都得。
直到今日，中國政府就只係將一個本身存在規定攞翻出嚟用，以國家安全之名去限制中國人民出入境啫嘛。咁但係值得關注嘅就係，咁根據2026年推出嘅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對比2012年嘅規定啊，其實當中係有幾個地方有進一步收緊咗㗎。就例如係第一就係由以往你可能從事違法活動而被禁止出境，到依家即使你冇從事違法活動都好啊，一旦俾中國政府認定你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咧，都被禁止出境啊。第二，今次嘅新規除咗限制人民出境之外，係就連企業、資金、技術都一一被限制出境。第三就再進一步收緊中國所有公職人員佢嘅出境限制，由以往可能就即係沒收你嘅護照，到依家就已經擴大至取得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同埋長期居留嘅許可咧，都一一被禁止。簡單啲嚟講，就係話依家中國公務員啊，你望光係出國啦，係連移民嘅資格都被限制啊。咁第四就係全面監管所有嘅移民中介。嗱，我覺得一個先係最可怕。咁因為以後啊，所有嘅中國人辦理移民又或者出國簽證，都必須要向移民局報備。表面上就好似係打擊非法移民、防止詐騙，咁但係實際上啊，根本就係想全面控制成個嘅移民產業鏈。你要知道，即係以前啊，中國人只要揾間移民中介，俾錢同埋交齊材料咧，就可以移民。咁但係依家佢係要先將你所有嘅資料交到去移民局報備，再審查，覺得冇問題先放行，俾你去移民又或者出國。咁最可怕嘅就係，就算你真係可以出國啦，咁但係你所有嘅資料都交晒俾移民局，亦即係話，如果你喺海外做錯啲乜嘢事啊，中國政府都可以向你進行長臂管治，進一步控制你喺海外嘅自由。即就好似依家唔係唔俾你班人出國啦，咁但係就揾條鐵鏈鎖住你先咯。哇，真係連狗都不如啊！咁最後就對於今次中國最新嘅限制移民出境規定啊，到底背後反映咗啲乜嘢嘅問題啦？咁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哋要諗嘅唔係話咩啊？點解中國政府唔俾人出境，而係應該要諗嘅係點解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班人出境啦？咁而嗰一班係啲乜嘢嘅人啊？冇錯，就係高端嘅科技人才。咁到底點解？點解會咁驚佢哋出境啊？咁你要知道，如果個國家佢想留住人才嘅話咧，都係得兩種嘅模式。第一種就係俾多啲錢、俾多啲資源同埋更好嘅福利留住一班嘅人才，而第二種就係限制佢哋出境，強迫佢哋留喺個國家嗰度。咁而你要諗嘅係點解今次中國政府佢係要動用到第二種嘅模式嚟到去留住一班咁嘅人才咧？好簡單啫嘛，咪就係因為第一個模式唔 work， 咁所以咪用第二個模式去強制挽留一班人咯。你真係打橫嚟啫，打橫嚟就冇花朵，你唔知咩？咁再加上隨住中美嘅科技戰發展，有好多高科技人才由原本就只係企業嘅資產，已經係慢慢變成一個國家嘅戰略資產。咁所以站在中國政府嘅角度啊，咁當然唔俾你走啦。咁如果你班人走晒嘅話，喂，咁佢仲攞啲乜嘢走去打科技戰啊？唔通我呢一班咪機械人走去跳舞咩？收皮啦！你下半月打乜嘢啊？嘢睇㗎啦！使唔使我一落去跳翻冇頂住啊？咁亦都係咁啊！即係某程度上，亦都係反映住中國政府咧，真係開始驚啊！即係挽留唔到高科技人才，驚身邊嘅人變節，就令到佢哋冇辦法同美國去進行長期嘅科技戰、貿易戰。咁第二個問題啦，就除咗高科技人才之外啊，你係會發現依家係就連中國嘅官員、公務員都被限制申請移民同埋海外嘅永久居留。可想而知，依家中共係對成個嘅中國社會，以至係連佢嘅自己人啊，都充滿不信任，需要制度性去約束佢哋。咁如果你係有留意開中國新聞嘅話咧，你會發現一個嘅現象啊，背後係反映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咁近呢幾年，中國無論係軍事、國防、航天、高科技等等各方面啊，都有官員被拉下台，包括係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何衛東、工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以及係中國航天工業集團前董事長譚瑞松等等。咁從種種跡象啊，你係可以發現近年中共嘅內部一直都係出現各種嘅矛盾同埋衝突，人與人之間就只有服從，但係根本就冇忠誠。咁所以中共咪要連自己人都要防範啦。咁而你試諗下啦，如果你係嗰班嘅中國高官啊，俾中共限制移民同埋申請去到其他國家永居嘅話，咁你會點啊？咁梗係喺度撲街啦。咁所以往後可以預期嘅就係中共嘅內部就只會越來越分裂。嗱，會唔會改朝換代我就唔知。咁但係唯一可以肯定嘅就係咧，即係攻打台灣呢一啲就算夠數啦，好唔好啊？呢一兩年你莫講話打牌啦，打飛機都唔得閒㗎。咁仲有第三個問題啦，咁呢一件事亦都係暴露咗即係中國公民嘅地位係有幾咁低啦。喂，大佬，即係你班嘅中國人去銀行攞錢都已經限制多多㗎啦嚇，出國旅行又要申請各種嘅簽證，而直到依家居然仲要話咩要報備嚇，再審查先可以放行。有時我都唔係好明究竟你要啲乜嘢㗎，真係。嗱，咁我知道㗎，咁仲有啲傻鳩咧都反駁講到話，喂，其實一個最新嘅規定就只係影響一小部分違法嘅人啫嘛。喂，我冇事㗎喎，我都可以申請
聽到出國噶喎，你唔好出到咁大先得㗎。咁都係嗰句啦，即係你要用你嘅個人經歷嚟去否定我講嘅整體現象嘅話，咁我都吹你唔脹㗎。即係就正如一隻豬咁樣，佢食嘅飼料好啲，待遇好啲，咁之但係個本質係乜嘢啊？咪又係一隻豬咁講咁多講經嘛？即就好似早前網上面流出一張嘅截圖，咁就係一位居住日本多年並且入咗籍嘅日籍中國人，咁早排就翻咗去中國嘅時候咧就被拘留，咁而且仲強制要求轉回中國國籍，同埋2036年之前啊都冇得翻返去日本。咁而個重點咧就係佢最後嗰一句啊，嗱唔係講笑㗎，真係好多嘅中國人經常都抱有呢一種嘅僥倖心態，覺得自己一定唔會咁唔好彩啦，喺人哋就即係有事先俾人拉啫嘛，自己好眉好眼又靚仔，點會俾人拉咧？咁所以依家唔知係咪人大過咗啦，即係每一次當見到一班嘅中國人講呢一啲說話咧，我都就只會怕什麼，只影響一小部分嘅人而已。現在中國的經濟很差嗎？不是啊，我現在也有工作啊，我每個月也有5000塊啊，也生活得很好啊。哦，中國的電動車怎麼會有事呢？你別經常拿一兩個個案來吹啦，所有的汽車也是這樣好嗎？係咯，咪認真我真係一笑置之算啦，即有時對得多一啲咁嘅人啊，真係啊，屌都嘥氣啊！我仲點睬佢啫？佢弱智㗎，得5歲智商。咁而我就即係講出一個現象出嚟，你信又好，唔信都好啊，真係唔需要特登去反駁我嘅。我就即係想同你講嘅就係，如果日後真係有啲乜嘢事嘅話咧，真係唔好再鬼殺咁嘈，乜又喊苦喊花，又話俾人哋打下，又乜又拆，咁樣走出嚟叫人哋幫助就得㗎啦。OK，反正到時被禁止出境嘅都係你哋，關我咩事啫？係咪啊？仲好啦，乜你班人又冇得出境，又唔使咁樣成日喺全世界乜真係煩住其他正常嘅人，即係又唔使煩住我都不知幾 happy。係咪啊？而我就只係想俾你認清個事實，就係一個冇提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甚至乎係冇出入境自由嘅人啊，仲算唔算得上係國家嘅主人啊？咁我講今日就要先。咁對於呢一個嘅話題呢，即係其實近呢一個禮拜，即係喺日本啊，我身邊都好多中國朋友就一直去討論一件事，即係究竟仲翻唔翻中國好啊？一翻咗之後又會唔會出唔翻嚟啦？咁你每次都睇到呢一幕，聽佢哋咁擔心自己翻到去中國會俾人哋拉啊，會出唔到境呢一個嘅時候呢，即係就令我突然間諗翻起，即係佢哋有時成日吹到話咩中國好高科技啊，遙領先嘅嗰啲畫面，真係諗到想笑啊，唔係講笑，屌嗱聲咁樣。成日吹撚到啊！中國有幾犀利，自己咪有人翻去，真係。咁我哋點都好啦，即係鎖國，即係其實對於一個國家嚟講咧，都唔係一個正面嘅舉動嚟嘅。即係老實講句，我哋個國家即係太平盛世，乜嘢都好嘅話，又點需要鎖國先得㗎？你鎖國為乜嘢啊？咪就係為咗要遮住、要隱藏一啲唔好嘅嘢，所以你先鎖國㗎嘛。咁所以希望透過呢條影片咧，等大家都可以簡單即係透過可能10零分鐘嘅時間去了解下，即係究竟中國政府點解今次要收緊嗰個出入境政策咧？背後又反映咗啲乜嘢嘅問題啦？咁你自己咁多位即係清醒嘅中國朋友仔啦，即係如果你依家都依然仲喺中國嘅話，就唔知執生啦嚇。咁我到最後啦，今次對呢件事點睇咧？又或者係你又會唔會即係從呢一件事上面諗到其他原因，可能又或者係其他問題想同大家分享嘅話，都不妨喺留言同大家講多少少嘅，好唔好？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哎呀，薯餅生日啦，未啊？幾多歲啊？5歲啦，薯餅係未啊？係啦，乖啦，叮叮餅咪就係你咯。Happy birthday, Biscuits. Happy birthday, Biscuits. Happy birthday to 薯餅.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唱歌唱成點啊？好靚啊！唔係，唔好咁老實啦。係啦。去食生日罐頭啦！依家食，食緊生日罐頭啦，未啊薯片，乖啦！你睇下你得㗎啦，你真係，你家姐生日你咁嘅樣你都有㗎，你仲話，你冇得救啊！你個薯條你係咪啊？你睇下你快啲同家姐講生日快樂啦！快啲啊！警告你啊！你真係，你話你個薯條啫，係啦，乖啦薯片，係啦，食多啲啦，係啦，今日罐頭放題啊！係啦，食多啲啦，係啦，哎呦 ，QQ 餅咪就係你咯。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鏈接，一起來投稿吧。